他的呢，当部的嘞，长马嘞，咱们的这些的嘞，共同的。那在这边呢，先跟大家问好。那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回答就是上一堂课呢，问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格斯拉，就是我们在讲七支供养第五支转法轮支的时候呢，就说要观想有曼达，然后曼达还有曼达的中央呢和周围呢，总共是9个供养堆，那就以8福轮的法轮的方式呢排列。那心中观想自己化为大梵天。那想请问一下格西啊，为什么要观想自己成为大梵天呢？因为大梵天不是外道的天神吗？那为什么我们要观想自己现为大梵天，然后来请转法轮？那格西亚就回复到说呢，就是以世尊的传记呢，就是我们看世尊成道的时候呢，那世尊先示现成道，那成道之后呢，成佛之后呢，在7个礼拜，也就是749天之内呢，都没有讲述任何的佛法，没有宣说任何的佛法。那是在第49天的时候呢，那大梵天还有第4天，那主要呢是以大梵天为主。那大梵天呢，还有第4天呢，就率领诸天神呢，然后祈请世尊就是转正法轮。所以呢，以世尊的传记来看的话呢，是因为这个缘起呢，所以才把我们自己观想为大梵天，就是劝请呢，就是世尊能够转法轮，劝请诸佛能够转法轮。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讲述说大梵天的时候呢，其实大梵天它本身呢又分为很多种，就像是专门做白净善法的这一种大梵天，那或者说呢，在做恶法的这一种大梵天呢，也是有的。就是梵天本身呢，它是一个算是总的一种名相，那它之下呢又各分为就是很多种不同的梵天。所以呢，我们这边观想自己幻化为就是修白净善法的大梵天呢，然后祈请世尊转正法轮呢，也没有什么不妥的。那加上呢，就是我们自己是变成就是大梵天，虽然说大梵天呢是外道的天神，但是呢，我们观想自己变成大梵天的时候，不表示说我们把大梵天变成了归净，所以呢，以此来劝请世尊转法轮呢，也没有什么不妥的。那以另外一种意思来说呢，就是以外道徒来说，他们最尊贵还有能力最大的天神呢，就是大梵天。那如果说这个最尊贵的天神呢，都要劝请世尊转法轮的话呢，那其余的诸天呢，就更不用讲，他们也是要祈请世尊转法轮的。所以呢，就是以这几个原因呢，所以说我们要观想自己现为大梵天，然后劝请了诸佛转法轮。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之前观修皈依发心的时候呢，那最后面有讲到说，就是将果位呢转为道用的修持方式，就是观想呢自己成为了世尊之后呢，那从我们的胸口处放光，然后照耀到一切不净的世间、不净的气世间，然后让这不净的气世间呢转化为净土，然后呢照射到一切有情的身上呢，然后让这些具备烦恼的有情呢，然后能够转变成佛身。那想请问格西拉，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呢？因为呢，无论是情世间也好，或是气世间也好呢，它都是无地时的。既然是无地时的话呢，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种观想呢？做了不就是没有用处了吗？因为就如同宗喀巴大师呢，他在缘起赞里面有说到说，若为何故犹宣此？今于可见不可见，远离争议妄执说，及诸灭损过千故。所以呢，就引了缘起赞的这个寄颂呢，然后来说，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地时的呢，所以我们应该是不需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啊。那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因为呢情世间跟气世间呢，二者呢都是无地时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观想，就是因为它没有地时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去做这样子的观想呢才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它要是地时成立的话呢，就表示说它不用关带任何一切的因果，它就是成立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我们修不修呢，就不具备任何的作用。正因为呢，情世间还有气世间呢，都是无有地时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才要做这样子的观修。那格西亚他自己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会想说，为什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会觉得说，可能是把无地时呢，把
无地时和没有这两者呢，就是混在一起了。就是这里所讲述的无地时呢，并不是没有的意思。这里所讲的无地时呢，跟我们一般在说没有，或者说我们在讲说，无圣意或是无地时，那它呢，并不是和没有两个字呢画上等号的。为什么它是无地时的呢？它是无地时的原因，就表示说它是需要关代的缘起，它的成立呢是要由业还有果呢，因为业果的关系，业果法则的关系呢，它才会呈现的缘故，所以说它是无地时，并不是说它什么作用都不存在呢，所以才说它是无地时。所以正因为这个样子呢，它是无地时的缘故，所以我们去观想呢，才具备它的作用。就如同呢，我们现在肚子痛的时候呢，那我会去吃药，因为我希望说吃了这个药之后呢，我的肚子痛可以好。那如果用同样的理路来说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药呢？因为呢，肚子痛跟药这两者呢，它都是无地时的。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药呢？就是因为肚子痛还有药这两者呢，都是无地时的缘故，所以呢，我去吃药呢才有用。因为肚子痛还有药，它二者呢是有一个互相关代的缘起的关系。因为互相关代的缘故，所以呢，你做了这些作用之后，才能够产生它的果报。要是因为它无地时，吃了没有作用的话呢，那是不可能的。反而是因为说它如果是地时成立的话呢，那你去吃药呢才没有作用。所以在这边呢，可能是因为说把无地时跟没有这两个呢，就是混为一谈的缘故，所以才会觉得说，因为无地时的缘故，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观修。那阁下说呢，他反而是觉得说，因为是无地时的缘故，所以呢去做这样子的观修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种下一个殊胜的习气。那特别是说像无地时还有没有这两者呢，在宗喀巴大师所造的，无论像是入中论善写密意书也好，或是广论后面的毗婆舍那也好，或是其他有关中观的论点里面呢，就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呢，就是跟大家仔细的分析呢，像是地时不成立、圣意不成立和没有，或者说呢量不成立呢，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在这几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阐述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多去阅读。那至于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呢，缘起赞的这个寄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缘起赞寄颂呢，它是提到说，若为何故由宣此，今于可见不可见，远离争议妄执着，及诸灭损过千故。那若为何故由宣此呢？就是要说，世尊呢所讲的这个缘起的这个法则呢，就是无论是内外道呢，任何一个宗义呢，它如果没有办法透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去了知的话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去了知的时候呢，他在理解错误的情况之下，然后对于说缘起的法则，或者说空性的法则呢，然后做任何的辩论呢，其实对于世尊所说的这些法呢，是没有办法做成任何的损害的。因为呢，今于可见不可见，那这边所讲的可见呢，是指说一切呢现前分的法类呢称为可见，那不可见呢，就是一切隐蔽分的这些法类呢称为不可见。所以无论说是现前分的法则也好，或是隐蔽分的法则也好，就是现前分和隐蔽分任何一法呢，都是因为缘起的缘故呢，所以它可以远离争议的这种执着，就是我们讲到说过度的争议，或者是说呢损减的这种执着，就是无论你产生的呢是争议边或是减损边的这种执着呢，都可以透由就是缘起见呢，然后来消除的缘故。所以讲到说远离争议妄执着，及诸灭损过千故。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的好。那特别是呢，就是在讲述到有关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其实以藏地来说呢，就是四大教派呢，它都有不同一些程序的方式。那对于其他教派来说呢，因为其他教派的教义呢，我也并不是说学的，也没有特别学过，所以也并不是很清楚说其他教派呢是怎么去程序的。但是呢，以我至终呢，就是宗喀巴大师所讲述的论点来程序的话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很清楚的区分了我们一般在讲述说智方成立和有呢这两个的差别，还有在讲述说智方不成立以及没有呢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就是除了格鲁派之外呢，就像以前的这些西藏的祖师呢，他们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在讲述到说像是智方不成立的时候呢，他在讲智方不成立的时候呢，
通常呢，他们就会破斥所谓的名言量的成立。只要是治方不成立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连名言量呢也不成立。但是这是宗喀巴大师呢所不承许的。因为宗喀巴大师呢在讲述空性见解的时候呢，他会讲说，因为治方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呢是由名言呢所成立的。那关于呢就是这个问题的讲述呢，那大家可以就是觉得说有疑惑的地方或是听不清楚的地方呢，那大家可以再提出来。那之后呢，我可以再为大家呢做更清楚的解释。那如果说呢，就是解释到后来呢，那也没有办法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清楚的话，那我会跟大家说呢，那解释就是到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变得更清楚。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什么叫做智慧尊？那智慧尊和誓言尊二者的关系和区别是什么？然后还有一般在观想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看过知良田的这个图像，没有办法观想的话怎么办？那格西呢，在这边就先讲到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安乐道论的第六页的最后一段，那就有讲到说呢，就是从自性处呢，引起与智所观修相似的智慧尊。然后观想彼等一一与各自的誓言尊融合，那就是从这边呢，问题呢就是从这边开始的。那就是讲到说呢，誓言尊呢是什么？誓言尊呢就是我们呢所观想的本尊，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呢，然后观想我们的前方呢，就是有这些诸佛菩萨，然后本尊等等呢，就是我们所观想出来的这些主尊呢，叫做誓言尊。那智慧尊呢，就是提到说呢，我们从自性处呢，然后引请到就是像我们观想的这些主尊，因为我们观想的这些主尊呢，它是我们所观想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有类似于我们所观想的这个真正的这些本尊呢是存在的，所以智慧尊呢指的就是指说这些真正的本尊，就是在十方各处净土呢所安住的这些真正的佛菩萨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智慧尊。那为什么要做观想从智慧尊呢融入到誓言尊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做观想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升起这样子的怀疑，会觉得说这些呢都只是我观想的，那诸佛呢是不是真的在我的面前呢？因为这些只是我观想出来的，诸佛他不一定会在我的面前，可能会升起这样子的怀疑，所以呢才需要说到就是诸佛所安住的这些真正的净土呢，然后把这些智慧尊呢引请过来之后，然后请他们融入。那融入之后呢，二者变得无差别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所观想出来的呢，也变成了是真正的本尊。那做这样观想的目的呢，最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升起坚固的信心，相信说我们所观想的这些呢，也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呢，不是必要的。就是当我们呢信心很足够，就是你观想誓言尊的时候呢，你本身就相信说他就是真正的诸佛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说要观修智慧尊，引请智慧尊的这个过程呢，就不一定需要有。所以呢，我们做引请智慧尊，然后融入到誓言尊，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断除我们自己的怀疑，还有非理作意，就想说诸佛呢是否真的是在我们前方的这种怀疑以及非理作意呢？为了断除这个的缘故呢，所以才做这样子的观想。那誓言尊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解释誓言尊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智慧尊融入的一个容器一样，就是它是我们所观想出来的。那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誓言尊呢能够刚好安住在上面，就可以让它融合的缘故，所以呢把它称之为是誓言尊。那刚刚呢就讲述到说，那没有看过资粮田的时候呢，那该如何去做观想？所以阁下呢刚刚就把资粮田的图呢，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看。那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导师释迦世尊，那体性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释迦世尊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以持世菩萨为首，就是弥勒菩萨为首的广行派的诸传承祖师。那世尊的左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就是以文殊菩萨为首的呢，就是所有的圣僧派的这些僧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那后方呢，就是以金刚持佛为首的加持派的传承祖师。那世尊的前方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我们根本上师的前方呢，就是以四部密续的本尊开始，就是从无上瑜伽部的本尊，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呢就是瑜伽部，瑜伽部的前面呢就是行部，行部的前面呢就是四部，
那四部的前面呢，就是佛部，那也就是去观想贤劫千佛、35佛，还有像是药师八佛等等。那佛部的前面呢，就是菩萨部。那菩萨的前方呢，就是圆觉，圆觉的前面呢，就是声闻，声闻的前面呢，就是空行和永复。那空行和永复的前面呢，就是护法众。所以呢，就是做这样子的观想。可是他刚刚呢，就是回复到说，他刚刚呢，就是有一点搞错了，就是他给我们看的这个资粮田里面呢，就是归境里面呢，就是四部密续的本尊呢，它并不是从无上瑜伽部、瑜伽部、行部、四部这样排下来，它里面呢只有显示无上瑜伽部而已。那阁下呢，就是解释到说，他刚刚给我们看的这个归境的这个图呢，就是只有无上瑜伽部的本尊之外，那其他瑜伽部、行部跟事部呢，就可能是要自己观想在就是无上瑜伽部的左右跟后方，因为呢，在就是图上面呢，并没有特别的画出来。但是像你现在英文翻译手上拿的这个图呢，就是上师会供资粮田的时候，那它通常呢就会把无上瑜伽部，然后瑜伽部、行部、事部呢，就是四部密续的本尊呢，就全部都排列出来，就是各个不同的资粮田呢，它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要每一个都观想的很清楚呢，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观想一个总相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呢，我们在观想念诵皈依的时候呢，就是在念皈依上师的时候呢，该做怎样的观想？那在念诵皈依佛的时候呢，要怎么观想？那皈依法还有皈依僧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观想这些资粮田里面的这些本尊？那一开始呢，在念诵皈依上师的时候呢，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念皈依上师要念108遍的时候呢，那皈依上师呢，我们所观想的最主要的呢，就是五部上师。那这五部上师呢，就是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也就是导师释迦世尊。那体性呢，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第二个呢，就是世尊前方呢，就是这些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步呢，就是观想主尊右边呢，这些广行派所有的传承祖师，那还有左边呢，深见派所有的传承祖师，以及后方呢，加持派所有的传承祖师。所以在念诵皈依上师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这五部上师呢，然后来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上师。那念108遍的时候呢，就是54遍呢，就是观想说，我们净除了一切呢，对于上师不恭敬，还有非礼作意等等呢，就是一切呢不如理依师的这些过失，就是能够完全的净除。就是观想甘露静置的时候呢，那甘露降下来的时候呢，把这些罪恶呢全部都排除。那后面的54遍呢，就观想呢，我们获得了这些所有传承祖师的功德，也同样的呢，就是透过降至甘露的这种观想方式呢，观想这些甘露呢都从我的顶门而入，然后呢，让我获得了这些五部上师呢所有的功德。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观想皈依佛的时候呢，那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上师的前方呢，就是从四部密续的这些本尊开始。那四部密续的本尊呢，是属于密续里面呢所讲的佛。那还有包括说显教呢，就是佛部，就是刚刚所讲的，像是贤劫千佛、35佛，还有药师八佛等呢，就是观想他们都是就是佛部的。那念皈依佛的时候呢，就是观想他们，然后边念诵的时候也是一样，前面的一半的次数呢，就是观想说净除一切我们对依着佛呢所造的种种的这种恶业呢都能够净除。那后面一半的次数呢，就观想说我们能够获得呢诸佛一切的功德。那在念诵皈依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到了说，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一切诸佛呢，还有说像是上师他们本尊呢，他们所有心绪中的这种正功德呢，然后全部呢都是化现为他们所讲述经论的这种经函，就是全部都现为就是法座前方这个经函的相貌。那就观想呢这些经函它的体性呢，就是上师还有本尊的正功德。那念皈依法的时候呢，就同样的前面50几遍的次数呢，就观想说，我对于法呢所造的这些恶业呢，能够净除，都透由降至甘露，然后能够净除这些恶业。然后后面54遍呢，就观想甘露降临的时候呢，然后能够让我获得就是一切的这些正功德。那在皈依僧的时候呢，就从
佛部下面的菩萨部开始算起，从菩萨、圆觉、声闻，那还有永复、空行，还有说像是护法诸尊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皈依生的部分，那就观想这些呢，观想，然后边念诵皈依生，然后观想能够断除一切因为生呢依着生呢所造的种种的过失都能够尽除，那能够后面无事变呢，就观想能够获得这些所有的生宝，这些甚深切的这些功德呢，都能够获得。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答复。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第6页的地方呢，讲到说最后面讲到说，从自性处引请与自所观修相似的智慧尊，为什么呢？在这边要加上相似的？这个相似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有一点重复。在这边所讲的相似的呢，就是如同呢，我所观赏的这些主尊一般，就是有相似它，但是真正呢是佛的这种真正的本身呢，所以讲到说，就如同相似于我所观修出来的本尊一样，然后就如同这样观修出来的本尊呢，那它真正的就是在诸佛净土真正的这些主尊呢，也就是智慧尊，把他们引起过来的缘故呢，所以才提到说是相似于，就是相似于自己所观想的相貌。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在第6页的倒数第2段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观想呢，所有的主尊跟眷属在它的5处呢，然后呢，就是有 Om、啊、Hom、So、Ha 这5个种子字。那我们在观想5个种子字的时候呢，是要观想成汉字呢，还是要观想成藏文字？那阁下是说呢，应该他是觉得说可以观想成，不一定要观想成藏文字。虽然说在论点里面呢，并没有特别看到说要观想成什么文字，不过阁下说呢，就是用理路呢去来成立的话呢，像以前呢在印度的时候，那印度的这些祖师呢，他们在观想的时候肯定是用梵文呢来做观想。那等到了西藏之后呢，那翻译的这些祖师呢，翻成了藏文之后，那他们就是用藏文在做观想。那所以同样的呢，那现在翻译成了各国的文字，那大家就可以用觉得说，你觉得现起什么的字呢？你比较容易现得起来的话呢，你觉得中文比较容易的话呢，那就观想中文；英文比较容易的话呢，就观想英文，或者说呢，你要观想藏文呢，应该都可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相违的。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今天的问答。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或者说还有哪里想要弄得更清楚呢，都可以继续的请示阁师啦。那在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主要呢就是讲述完了，就是从一开始呢广论的最根本的科判呢，就是我们讲到第4个科判如何正引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那这是广论呢，它的根本的第4个科判。那以安乐道论来说的话呢，那就是第1个科判提到说呢，就是道之根本呢，依师轨理。那道之根本依师轨理呢，还又分为了座上修时如何行持之理，然后还有座下修时呢如何行持之理。那在座上修时如何行持之理呢，又分为了就是前行、正行还有结行呢这3者。那在讲述前行的时候呢，也就是讲述加行的部分，我们讲述到了加行6法。那加行6法呢，从一开始呢就是洒扫住所处呢，庄严安布身语意象，第1个加行。那第2个加行呢，由无场狂求诸共具端正陈设。那还有第3个加行呢，就是于譬如7法或8法或随意安住，然后呢升起皈依发心这种殊胜善心。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明现资粮田。那第5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一切集资还有进藏的2要呢，就是七支供养还有曼达。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完了第5个科判。那接下来呢，我们所要讲述的呢，就是第6个科判。那第6个科判呢，就是讲到说祈请的部分。那在祈请的时候呢，又分为4种不同的祈请方式。那第1个呢，就是由3大义之门呢做祈请。那第2个呢，就是开启圣道之门呢做祈请。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积聚加持的祈请，以及第4个呢，就是钉觉祈请。那钉觉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就是像我们钉子一样，钉觉就是指说专一祈请的意思。那在藏文它是直接翻成钉觉祈请，就像钉子一样，所以叫钉觉祈请。所以
在祈请呢又是分为由三大义师门做祈请，然后呢开圣道师门做祈请，积聚加持的祈请，那还有呢丁觉祈请，这4种。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述祈请的部分。那我们在讲述祈请之前呢，会先讲到说呢，为了让我们祈请的时候呢，能够令所缘能够明信的缘故呢，所以要供养曼达。所以在这边呢，会先讲述曼达，但是呢，对于曼达的部分呢，我们就不特别呢做解释。如果说将来呢，大家对于说供曼达呢，就是有需求，或者说想真的很清楚。怎么供曼达的话呢？那大家可以再发问，那个时候呢来做详细的解释。那今天呢，我们在供曼达上面呢就不做特别的解释。那总之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所缘呢能够明信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先供曼达。那通常呢，在供养曼达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供养广曼达。那广曼达呢，也就是做37堆的这种供养曼达。那如果说呢，觉得说时间不够，那我们也可以做收摄的，就是念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这一个寄送呢，然后透由5堆的方式呢，然后来做曼达的供养。那同样呢，曼达呢又分为就是外曼达、内曼达、秘密曼达，还有真实曼达。不过这些呢，我们今天呢就不特别的呢做解说。那总之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祈请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所缘能够清晰显现的缘故呢，是我们要供养曼达。那为什么要供养曼达呢？就我们祈请呢是跟诸佛菩萨做祈请，所以在祈请之前呢，就是供养曼达。那就如同说呢，我们要去找就是贵人呢，希望说他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帮助的时候呢，那我们去请他们帮忙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带一些礼物过去。那意思呢就是一样的。所以呢，在祈请之前呢，我们供曼达。那供完曼达之后呢，然后就是做祈请。那祈请呢，我们就讲说，第一个呢，就是由三大义师们呢做祈请。那三大义呢是哪3种大义呢？那第一个大义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从不恭敬善知识开始呢，然后所有一切呢这种颠倒的心事呢，我都能够尽除，这是第一个大义。那第二个大义呢，大义的意思就是说它具备很大利益。那第二个大义呢，就提到说呢，就是祈愿呢，就是我从依止善知识开始呢，然后一直到就是无学双运的果位呢，就是一切道的功德呢都能够升起。那这是第二个大义。那第三个大义呢，就是祈请呢，一切的内外一切的障碍呢，皆能够熄灭，就是没有比这3种呢还要来的更重要的事情的缘故呢，所以这3种祈请，这个3段呢，称之为是三大义之门的祈请。那所以呢，我们在做三大义之门的祈请的时候呢，就是像刚讲的呢，就是第一个呢，祈请就是能够尽除一切呢，就是这种颠倒的心事。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祈请呢能够升起呢，就是一切的这种功德。那第三个呢，就是祈愿呢，就是一切的障碍呢能够息除。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述说祈请的时候呢，那什么叫做祈请？那祈请呢，以藏文的音来说呢，叫做虽 deb。那第一个字虽的意思呢，就是请求。那第二个 deb 的意思呢，就是奉上的意思。那什么叫做请求奉上呢？然后请求是请求什么呢？就是请求呢能够加持我的心绪。那加持我的心绪是如何的加持呢？那在加持呢，它的梵文音呢叫做阿蒂찬나。那转成藏文呢，或是转成中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呢，阿蒂的意思呢就是威德的意思。那찬나的意思呢就是转变的意思，就是透由呢上师还有三宝的威德呢来转变。那转变呢是转变什么呢？就如同呢，我心的前一刹那的续流呢，是不如法的这种烦恼的这种续流。那透由呢上师还有三宝的威德力，或者说透由他们的力量呢，能够让我在同一相续的后一个刹那的续流呢，转成为甚深或是广行的这种深广的智慧。所以这个呢叫做加持的意思。那再讲一次哦，就是虽 dem 呢，所谓的虽 dem 呢，就是所谓的祈请奉上的意思。那祈请奉上说请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请求呢能够加持我的心绪。那加持是如何的加持呢？就是透由呢上师三宝加持的力量呢，能够让我的心呢在同一续流呢是属于这种不如法的烦恼。那因为上师三宝威德或是上师三宝力量的缘故呢，让我同一续流的这个
后一刹那呢能够转变为深广的智慧，所以这种方式呢叫做请求加持。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开启圣道之门呢做祈请。那在做开启圣道之门做祈请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呢先念诵就是传承上师祈请文。那传承上师祈请文的第一个寄诵呢，就讲到说：具得珍贵根本之上师，请来安住我顶莲月座，并以甚深恩惠摄持我，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那在念这个寄诵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就是资粮田的诸尊呢，就是主尊呢是导师释迦世尊。那我们有说世尊的体性呢，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观想呢，世尊呢，他现为呢，就是幻化出第二个和他一样的这个身体呢，然后呢到我的头上，然后呢就是方向和我一样，就是脸呢朝着前方，然后也是一样坐在就是狮子宝座。那狮子宝座上面呢，就是莲花殿还有月殿。那世尊呢就安住在上面。那在安住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念诵，就是刚刚所讲述的这个寄诵。然后我们边念诵的时候呢，然后就观想呢，就是观想呢，上师他对前方的这些资粮田呢，讲述到说，就是请诸尊呢，各位诸佛呢，请以大悲心呢意念我这个孩子，或者说意念我这个弟子。然后加持他呢，使他的心绪之中能够升起菩提道次第殊胜的这种正德，能够在心绪中呢即刻的升起。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呢？就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呢，我们去找贵人帮忙的时候呢，那会去带礼物。那如果说我们请这个贵人帮忙的同时呢，那我们又找一个呢，就是认识这个贵人的人呢去帮忙讲话的话呢，那我们请求的事物呢能够更容易的圆满。所以呢，就先观想呢，就是上师呢，他也在我顶门上面的上师呢，他合掌，然后对前方的资粮田说呢，就是请诸尊呢以大悲心意念我这个弟子，或者说我这个心子，然后加持他呢，使菩提道次第的殊胜正德呢，能够即刻在心绪之中升起。那在念诵的时候呢，同样呢，我自己呢也要做如是的祈请。那刚刚有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祈请的时候呢，是要念就是具得珍贵根本之上师，请来安住我顶莲月座，并以甚深恩惠摄持我，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那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呢，要念2遍，就是并以深深恩惠摄持我，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那念第2遍的时候呢，就观想头顶上的上师呢，然后融入到我的身体，然后呢加持我，让我成为呢就是堪修菩提道次第的种性的弟子。那刚刚呢就是讲述到说，我们在念传承上师祈请文的第一个呢，就是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呢，就是念第1遍的时候呢，要做怎么样的观想呢？念第1遍的时候呢，就是观想顶门的上师呢，他就是放下甘露的光明。那这个甘露的光明呢，它就是净除一切呢，就是我对于修持道次第呢所有的这种障碍，还有说这些罪障呢都能够尽治。然后呢，也能够增长呢，就是一切修道次第的这些功德。那这是念第1遍的时候呢所做的观想。那第2遍呢，就是在念赐予身语意之诸成就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观想上师呢，然后融入到我的身体，然后尽治呢我所有的这些过失，然后增长我所有的寿命福德。那特别是呢，就是对于道次第一切修持的正德呢，能够升起。然后就是2遍呢是做不同的观想方式。那第2遍呢，就是我们在念祈请文的第2遍的时候呢，那主要呢就是祈请呢，就是导师释迦世尊，那也就是我们的主尊，就是和我们体性是我们上师的这个主尊。然后呢，在念诵呢，同样念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呢，就是贤圣释迦牟尼我祈请，就是呢对于世尊呢做于特别的这种祈请，贤圣释迦能人我祈请。那在念贤圣释迦能人我祈请的时候呢，那同样呢也是要念2遍。那第1遍的时候呢，就是观想也是一样，就是观想主尊呢释迦能人，然后化为第2身呢，然后安住一切的顶上，然后呢放甘露光明呢，念第1遍的时候呢放甘露光明，然后净除呢我一切的罪障，然后呢让我能够升起一切的正德以及福德还有资粮等等。那念第2遍的时候呢，也是观想呢就是释迦世尊呢融入于我身，然后净除呢我一切呢就是对于佛呢所产生的这种种种的过失。
然后以及呢能够升起一切诸佛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是对于说，持世菩萨呢，就是观想持世菩萨呢，然后一直到金洲大师呢，这所有呢，就是深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那祈请了他们的加持。那同样呢，我们在念诵第一遍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这些，广大行派的这些传承祖师呢，就是放甘露光明，然后呢，从我们的底门而入，然后降除呢一切呢，我能够升起就是广大行的这些教授的所有的违缘跟障碍皆能够尽除，然后呢，能够升起就是修习广大行心要的这一些正德呢，能够升起。那念诵第二遍的时候呢，就观想就是广大行派的这些传承的祖师呢，然后化现第二身，然后融入于我身，然后尽除呢一切呢，就是对广大行教授呢升起的这些障碍以及违缘，然后呢能够升起就是广大行派教授的这种殊胜的正德。那同样呢，念诵第三遍的时候呢，就是念诵像从文殊开始呢，文殊还有龙树等一切，然后一直到月彻呢，说深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那同样呢，最后一句呢也是念2遍。那念第一遍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这些传承深见派的传承祖师呢，然后从身体放光，然后降下甘露光明，然后从我们顶门而入，然后尽除呢我们所有一切的这种罪障以及过失。那特别呢，就是对于升起就是甚深道士的这一些违缘呢，能够尽除，然后呢能够早日获得甚深行派的这些正德。那念诵第二遍的时候呢，就观想甚深派的传承祖师呢，就是化现第二身，然后呢融入于我身，然后让我心绪之中呢能够升起就是殊胜的甚深道的这些正功德。那接下来呢，就是对于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呢，然后做祈请，就是祈请加持派的祖师呢，然后能够加持我。那加持派传承祖师呢，就是从金刚持，然后像是帝洛巴、那洛巴，一直到阿底峡尊者。那同样呢，念诵第一遍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呢这些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呢，就是降下甘露的光明，然后尽除呢我所有的罪障。那特别是呢，能够尽除我身体就是加持派正德的这些违缘呢，能够尽除。然后念诵第二遍的时候呢，就观想就是加持派的这些传承祖师呢，化现第二身，然后融入于我身，然后同样呢，也是加持我，让我心绪呢能够升起，就是加持派特殊的这种正德。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就是5部上师的这一种祈请。那接下来呢就是依照的资粮田呢，就是对于四部密续的祖尊做祈请，然后对于佛部诸佛做祈请，然后对诸菩萨做祈请，然后对声闻缘觉做祈请，然后呢对永复空行做祈请，以及呢对护法诸尊呢做祈请。那同样呢，就是第二句的时候呢，都是念2遍，然后第一遍呢观想降下甘露光明，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呢，就观想化现第二身融入于己身。那这个最主要呢，依靠的就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就是开启圣道之门的这个传承上师的祈请文。那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可以常常念这个祈请文，然后呢，祈请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些传承祖师，以及说所有的本尊护法圣众的这一些加持。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第3个就是祈请的方式。那第3种祈请的方式呢，就是讲到了就是积聚资粮的祈请方式。那什么叫做积聚资粮的祈请方式呢？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做就是加行6法的时候呢，就是做完了就是前面几个加行，像是念完了就是圣道之门的祈请之后呢，那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在心绪之中呢，就是还没有办法升起道次第的这一些所缘形象，以及呢就是道次第的观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那会先做就是功德之本颂的这种略修，就是道次第略修的方式呢来做修持。因为呢他可能呢就是在修加行6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花了5-6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专门呢在修持就是加行6法。那在做完就是圣道之门加行6法里面呢，做完圣道之门祈请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专门呢来观修就是功德之本颂。那观修功德之本颂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积聚加持的祈请。那等到说呢，我们
行六法的这种就是经验呢已经升起来之后，那开始在正修菩提道次第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加入这个功德根本颂的这个略修，这个时候正行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在加行六法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升起正的之前呢是需要，那等到呢我们觉得说要开始正修道次第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再特别去观修功德之本颂的这种道次第的略修。那为什么叫做堆积加持的祈请呢？所谓的堆积加持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谷仓里面呢，就是把比如说像是米呢全部堆在一起的时候呢，或者说把米积聚在一起，或是把米堆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积聚加持的意思呢，就是把一切的加持呢收摄在一起呢，然后来做祈请的方式呢，就是叫做这种积聚加持的祈请。就如同说我们在我们平常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说啊，这个呢也是我要的，那个呢也是我要的，所以把这些东西呢全部都积在一起呢，然后来做祈请呢，这种方式呢就叫做积聚加持的祈请，那也就是透由功德根本颂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做祈请。那在做完了这个积聚加持的祈请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收摄资粮田。那在收摄资粮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像刚的就是资粮图的这个图表一样的，我们就是从最下层的呢，就是先观想呢，就是护法诸尊呢，然后融入到就是它的商层，也就是永复空行之中。那永复空行呢，再融入到就是声闻，声闻呢再融入到缘觉，缘觉呢再融入到菩萨，那菩萨呢再融入到就是诸佛。那诸佛呢，就是以我们讲说就是以四部密序呢是分开来讲述的话呢，就是有无上瑜伽部、瑜伽部、行部跟事部的话呢，那就观想佛部呢融入到事部，事部的本尊呢融入到行部，行部融入到瑜伽部，那瑜伽部呢融入到无上瑜伽部的本尊。那像现在呢，就是格斯来给我们看的这一张资粮田的图呢，就是只有无上瑜伽部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它的三边呢，就是它的左右后方呢，就是分别围绕着就是瑜伽部，然后呢行部在后方，然后事部呢在右方，那就是观想呢就是其他三部的本尊呢，然后融入到就是无上瑜伽部的本尊。那无上瑜伽部的本尊呢，再融入到我们的根本上师之间。那到这边呢是做一个观想，那接下来呢就观想主尊的右边呢就是广大行派的传承祖师。那广大行派传承祖师呢，也是从最下面呢开始往上面融入，然后最后呢全部融入到就是世尊，融入到弥勒菩萨。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左边僧见派的传承祖师呢，就世尊左边的僧见派的传承祖师呢，也是从下面呢开始往上面融入，那最后呢就是融入到就是至尊文殊。那同样呢，后方呢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呢，也是从下方开始融入，然后融入到最上方的加持派的传承祖师的，就是金刚持佛。那就观想呢，就是世尊右边的弥勒菩萨，左边的文殊菩萨，还有后方的金刚持佛呢，那全部呢都是融入到世尊。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所有的诸尊呢都融入到就是主尊资粮田的主尊释迦世尊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观想，就是主尊呢他同样的化现第二身。那这个第二身呢就是融入到不好意思讲错了，世尊呢他就融入到就是我们刚在念就是开启圣道之门的祈请文的时候呢，在做祈请加持的时候，就是有观想呢，就是我们的顶上呢，就是上师呢已经安住在我们的顶门。那这个时候呢，就观想前方的这个已经收摄一切诸尊的这个释迦世尊呢，然后呢，还同样呢就是融入到我头顶上的上师，然后融入到我头顶上的上师之后呢，那我顶门的这个根本上师呢，他所有的外貌呢，就是完全转为变得跟导师释迦世尊呢一模一样。那就是呢做这一种的观想方式。那这样子观想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做丁觉祈请。那刚刚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观想呢，就是前方的就是已经融摄一切诸尊的这个导师释迦世尊呢，还有融入于我顶门的上师。那我顶门的上师呢，他就从一开始就是现为我上师样的这个上师呢，他就转变为就是释迦世尊的相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顶门的这个现释迦世尊相貌的这个上师呢，然后做
简略的七支供养的这种祈请，就是念所有礼这样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指佛道。然后呢，做了这样子的祈请之后呢，做了七支供养之后呢，然后就是殷重的呢对上师做祈请，就是祈请呢，就是顶门的这个世尊呢，就是上师呢，然后祈请他，因为呢，我们知道说他现在已经总摄了所有三宝一切的体性呢，都已经总摄到这个头顶门的这个上师上，所以呢，这个上师他是总摄了一切三宝的功德，所以也可以称叫做总摄一切宝的这种祈请的方式。那祈请这总摄一切宝的这个主尊呢，祈请他的加持，用我心绪之中呢，能够升起一切，就是这等一下呢，我所要修的道次第的这些的一切的正德，因为道次第的正德呢，要在心绪里面呢升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透由呢，就是对于这个总摄一切宝的这个上师呢来做祈请的话呢，那心绪之中可以快速升起这些道士的正量，所以呢，唯对呢上师做祈请。那这种祈请的方式呢，就是叫做钉觉祈请，就是把一切所有的归境呢，全部都就像钉在一起一般。所以这个呢叫做钉觉祈请，就是总摄一切宝的祈请方式，叫做钉觉祈请。那接下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开始会进入就是道次第的正文，也就是开始呢从道之根本依止善知识呢，然后开始做观修。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安乐道论的就是第7页。那在第6页的最后面呢，我们就已经讲到说，就是我们对于就是融合诸体性的归处呢，就是做七支供养现曼达，然后呢就是希望说如教授的内涵呢，我心绪之中能够升起相应的这种正法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收摄资粮田的部分，就是从上师佛呢，也就是我们观想的主尊释迦世尊的心间呢，就是弘智放光，然后普照呢，就是周济端坐清净广大的愤怒极尽诸尊，那此诸尊众摄化为光芒的外相，融入佛身，佛身则融入自己顶门的根本上师。那这就是我们刚所讲的，就是资粮田呢，就是融入的一个过程，就是从最下方的护法呢，然后一直往上层融入到主尊，以及左右后方的就是身见广贤还有加持派祖师呢，全部都融入到世尊，然后世尊呢再融入到我们的顶门上师，然后呢至此呢变成在自己顶门呢，就是有狮子座、莲花殿、月轮殿、日轮殿上呢，从体性为自己具恩根本上师，外相为释迦牟尼佛到金刚加福座逐一念诵。那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观想了收摄到佛之后呢，那佛呢就融入到我的顶门的根本上师，那顶门的根本上师呢，它就转变为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5页的时候呢，就是第5页倒数第3段呢，就是讲到说观修释迦世尊的这个外相体性。倒数第3段的第2行开始，体性为自己具恩根本上师呢，然后一直到双足金刚加福座这边的这种观想方式，然后我们就边念诵呢，然后边做观想，然后呢，就是以此融摄完就是诸本尊的这个世尊之后呢，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一个略的7支供养，然后呢贡献曼达。然后呢，就观想我和我自己身周呢，所有一切的如母有情呢，然后异口同声的祈请，然后就是念诵呢，四身体性上师天中天能人金刚持佛前祈请。那四身体性呢，就讲到说，所谓的四身呢，就是自性法身、智慧法身，还有报身、化身呢，就是所谓的四身。所以这个就是总集四身体性的这个上师天中天，天中天指的就是佛。四身体性上师天中天，然后能人金刚持佛前祈请。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四身里面第一个呢，就是离障法身体性上师佛，然后能人金刚持佛前提醒。所以第一个呢讲到的是法身，那接下来呢讲到的是报身，然后呢是化身。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释迦世尊呢，这个是上师总集呢，它是集合了我说一切上师呢汇集而成的这个佛呢，所以叫做上师总集，上师天中天，然后能人金刚持佛前祈请。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上师呢，它是一切所有本尊的总集，然后呢是诸佛的总集，是正法的总集，是深情的总集，是永复空行的总集，然后是护法的总集。所以念到护法总集上师天中天，能人金刚持佛陈祈请。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呢，就是钉觉祈请的部分。
那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呢，那至尊文殊呢就有教诫宗喀巴大师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在心绪之中呢升起道次第的这些正德正量的话呢，那一定要具备3个条件。那这3个条件呢，就是第一个呢，一定要尽瘁即知。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上师和本尊呢做无二的祈请，就是把上师和本尊呢看得无二无别的方式呢，然后来做祈请。那第3个呢，也就是我们要升起正量的进取因呢，也就是江户所缘。那在加行6法里面呢，它已经具备了2个，就是它具备了尽瘁即知，以及呢上师本尊呢做无二祈请的这2个部分。所以加行6法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加行6法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告诉宗喀巴大师所要做的3件最重要的事情呢，就已经包括了尽瘁即知以及对上师本尊呢做无二祈请这2点。那至于说呢进取因江户所缘呢，那就看说我们所要观修的呢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所要修习的呢是依师轨理的话，那我的所缘形象就是依师轨理。那如果我现在在观修暇满的话呢，那我的所缘形象呢就是暇满。那我如果是在观修念死无常的话呢，那我的所缘形象就是念死无常。就是看我们观修什么法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所缘形象呢就放为那一个法类。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加行6法，它对我们来说呢，尤其是初修学者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加行6法里面呢，就是它的内涵呢，就是包含的很广。那我们呢，仅仅是做一个概略的一种解释。而且我们知道说，在讲述加行6法的时候呢，是现在就是讲说，在我想要升起依师轨理之前呢，那我们要去做就是加行6法，就是又分为就是座上修该如何，然后下座修该如何，然后座上修要做之前呢，分为前行、正行、结行。那前行就是包含了加行6法，所以以后在修每一个法类的时候呢，都一样是需要加行6法的，而不是说加行6法我在最开头的时候呢修过之后，那后面呢就不需要，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在所有的法类在做观修之前呢，一定要都要说加行6法。那我们呢，只是很概略的呢，把加行6法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其中呢，像里面像是7支供养的礼拜支，还有供养支呢，如果要把它讲得很广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讲得非常的细。那还有像是供曼达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略说概说而已，所以就是快速的带过。那当然说这个方面呢，大家如果想要更清楚两师的话呢，那大家都可以发问。那到时候呢，就是阁下会再找时间呢，为大家讲得更清楚，或是为大家释疑。那今天因为时间已经超过的关系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做问答。那大家如果还有疑惑的话呢，那可以把问题呢就是写下来。那就是翻译呢也会在课后呢就是发问。那到时候我们下一堂课呢再一起做解答。多谢谢。哎呀，而且这怎么而且呢？谈到 dedication。So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做功德回向 ，We'll do dedication of merit。
Oh,